看过这个天气变化，带咱来去佚佗。连假头一天，屏东东流线人有够多，大家拢是大包小包。这个航运业者为了要载这游客，今日拍算要加开20几班次，载客量估计讲有4000人。另外，伫嘉义、台湾本岛甲澎湖之间，这个航线上地布地往澎湖，海上公路人气嘛真旺。 好准时，有真侪旅客，柜台嘛有真侪人要买票。去玩后的吗？光大包小包要对东港坐船去小琉球，队伍搁排甲几啊公尺长。对，来3天。真久无去佚佗，搁有准备水上用具，对北部来旅客真欢喜，规家配合要去离岛佚佗。 2、3个礼拜前就要定了。接着小琉球比较放松，带狗狗来放松啊。中秋节3天连假，屏东东流线坐船的所在，一透早都有真侪人。为了解决人潮，交通船的业者每20到30分钟就加开一班，加14到15班，然后加原来的班次，大概今天会开到20几班的班次。我们自己公司这边预估的话，大概将近到4000人左右。把握难得假期要看海去离岛，伫嘉义这边布地前往澎湖的海上公路人气嘛真旺。 布袋港的游客中心嘛一直加开船班，要来应付坐船要去佚佗的民众。中秋的3天连假，游客拢前往离岛，要来享受海岛的风情，放松心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